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赞美敬拜我们的主。他是以马内利的主，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哦。这位耶稣从天降下，然后在人间彰显上帝的慈爱。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必成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华。让我们能够享受他在他同在里面的赦免、除罪、遮盖，而让我们回转归向他。所以这个阶段，我们一起来献上感谢哦。过去一年哦，神怎样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看见我们的不足、亏欠。我们没有能力用自己的行为方法来赎罪，主耶稣，你来叫我们得生命，叫我们能够从罪的当中，从死亡当中，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你施恩下来，让我们敬拜你，让能够向你来寻求感谢祷告，你就出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在我们当中。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过去我们因着人的私欲，因着人的罪恶，与你远离。人一直尝试用自己的方法来寻求幸福的人生，来寻求那恩典，甚至要成为神。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不足，我们的软弱。主，你看见我们软弱亏欠，你来用爱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借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要赐下那出人意外的救恩跟平安，与信靠你的人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你，再次将你的爱充满，你的灵运行，你的宝血来遮盖赦免，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圣人宝座面前，为要得着你的怜悯跟你的救恩，靠着基督来夸胜。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为这个国家、城市来祷告、来祝福，一起宣告主的话说：耶和华我的力量。
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我要求告他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阿们。当我们的总统、国务法官知道敬畏神神就会拯救我们、保护我们，他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高台、我们的脚、我们的依靠。所以，我们为了台湾我们面临的内忧外患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疫情，我们盼望得到这样的一个疫苗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疫苗到现在还是不完全那么求上帝怜悯护卫着我们台湾不受强权的这样的一个恐吓。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为我们国家城市来祝福来祷告。开口来祷告，祝福这地，我们才能够平安居住。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台湾的主，你是我们台湾的救主。主，我们面对内忧，面对外患，我们面对许许多多这样的一个环境所带来的威胁，环境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主啊，只有你能够除去我们，护卫着我们。你是我们力量，你是我们高台，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我们要奉你名一同聚集敬拜来赞美你的时候，主你就兴起你的拯救、你的帮助在我们当中。谢谢耶稣，因为你来就是要帮助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你这里来，让我们面对过去一年的困境当中那种惊惶不安。主，你透过你的福音宣告说，在地上有平安赐给你所喜悦的人，愿你来赐福这地，赐福我们掌权的或是在野的都能够同心合意来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所赐的平安。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要为着我们的身心灵的需要，我们一起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除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是我们的保护者，他是我们的医治者。所以当你看到这一些的经文的时候，你可以运用这些的圣经来作为宣告。虽然那是诗人他自己经历了，但是当你把它转换成我必怎样的时候，那个话语，上帝的话语是带有力量的所以我们一起来为身心灵各方面这5方面，我们知道为我们这样的宣告上帝的救赎医治，上帝的力量就成为你的他的就成为你的，别人的就成为你的。所以当你用你的口宣告出来的时候，那祷告是带有力量。昨天我们在这个星光影城那个主办人都很担心牧师这个天气，我最担心天气，我就跟他讲一句话，我说我跟上帝赖一下，我跟上帝祷告。昨天我们在点灯，在活动的进行当中，他说真的呢，有效呢，这时候就没有雨看见神掌管天地万物，掌管一切的资源。所以当你用信心来宣告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到神连天气都能够掌控，还有什么不能？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你在这几方面有需要，你可以原地站立起来，用信心来宣告神的医治、神的供应、神的上帝的保护看顾与你同在。如果你需要，你就原地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宣告，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一起来宣告，让我们用信心进入到你的恩典，用信心来宣告你的供应要降临，用信心来宣告你的医治必充满在你子民的身上，充满在这些软弱的肢体上面，充满在这些无助的人当中。主啊，我们看见你的救赎，你的这样恩典必进入到这些渴慕你、敬畏你的人。主，我们奉你的名一起来宣告。主，谢谢你，因为我们奉主你的圣名宣告的时候，上帝的拯救
上帝的医治，上帝的供应，上帝的带领，上帝的同在，必透过我们信心的宣告，将同施恩宝座降临在我们当中，因为你是以马内利主。谢谢耶稣，让我们用信心来支取你属天的能力、医治、供应跟同在。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最后，我们要为了主日来守望、来祷告，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我们呼求就必被应允，我们寻求就必怎样？寻见哦。我们为了今天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今天第2场的圣诞赞美礼拜，还有我们有儿童牧区的有一圣诞树这在青埔的影城哦。这几天有陆续好多这些的在那边消费的群众有奉献的，有小朋友在那边做手作。昨天有一对母子说：“我们住在附近，今天可能会来到儿童牧区哦。”所以我们看到透过福音的初级，我们可以接触到平常接触不到的哦。那我们为了年底的这些的活动，还有明年的事工。那我们今天儿童牧区，还有24、25、26有我们各牧区圣歌队等等会在那边哦。那我们也为了小组，为了第8区区长、小组长来祝福。那1年将过了我们要数算上帝的恩典，用信心来宣告，进入他丰丰富富的慈爱。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宣告。哈利路亚，主，谢谢你，谢谢你，在礼拜当中，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与你相遇；在礼拜当中，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看见你的恩典是丰丰富富的。主啊，透过在敬拜赞美你的宝座设立，让我们感受到你是以马内利的主。谢谢主，让我们能够透过小组的生活，彼此来激励，彼此来分享。愿你的慈爱、荣耀充满在你百姓的身上。阿利主啊，赞美你，赞美你。主，我们赞美、感谢、敬拜，让我们在礼拜当中与你相遇，在赞美当中看见你的宝座就设立，在领受你的话语当中用信心来大大张口，你就将你的恩典大大充满。谢谢主，当我们用信心来宣告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不可能的就要成为可能，因为你是凡事都能的神。主，谢谢你，我们要用主祷文一起来向主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们进入到待降节，还有就是圣诞的主日，我们透过点烛，我们知道这第4根大烛是天使之烛，提醒我们天使宣扬主基督为世界带来和平的信息。基督是和平之君，使我们与上帝、世人恢复良好的关系。所以这个主题叫启示他的爱、仁爱充满在我们当中。
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主耶稣的降生就是那最大的神迹。你相信神迹现在仍然在发生吗？让我们宣告，你是行神迹的神，一起来，哈利路亚！你是行神迹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行神迹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平衡，每个一切都是在好人。每个大的应许都完全成就。哈利路亚！行神迹的神在我们当中，弟兄姊妹，你相信吗？你相信神仍然行神迹吗？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再来宣告。你是行神迹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行神迹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平衡，每个一切都是可能。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到夜里和你成长，一天天到长，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的应许都完全成就。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夜里和你成长。一天天到达，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的应许都完全成就。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夜里和成长，一天天到达。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的应许，宣告到每个大的应许，直到每个大的应许，直到每个大的应许，直到每个大的应许，都完全成就，成就。相信神已经为你预备了吗？你相信，虽然你四面受敌，但是当你开口赞美的时候，神要为你成就大事吗？我相信，我真正的相信，主你仍然行神迹，主你仍然行神迹，在日求神点燃我们的心，来宣告主的同在。一起来！再一次点燃我的心，不让冷漠来占据，我的爱不再漠不关心，让我们敬拜充满对主的热情。再一次赐给我信心，我要看见你神迹，病得医治。瞎眼的看见，我渴慕，让我见到你。
无论有多大，有
上帝手里，无论有多大有多难。弟兄姊妹再一次说，无论有多大多难的事，再来。无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全能的上帝手里。无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弟兄姊妹，让我们睁眼看，看看耶和华行大事，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在他我们继续看看耶和华行大事，一起来。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我们要请弟兄来看耶和华行大事，弟兄请。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他说有就有，你相信吗？你就你。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我们一起再来看耶和华行大事，来。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没有难成的事，全知全能神，荣耀都归你，在主没有难成的事，难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没有难成的事。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让我们看见不可能就成为可能，让我们一起看见你是那使无变有的，你是没有难成的事的上帝。主啊，你掌管天地万物的资源，我们生命是你所造。主，我们一起来歌颂赞美你，因为当你与我们同在，就没有难成的事情。主啊，我们要看见在信心里面的盼望。主，我们要看见用信心看见你属天的荣耀。主，我们要看见本来我们是不可能的，但是你透过历史的见证，让我们知道在你凡事都能。主，我们要赞美敬拜你，每一次的赞美敬拜，让你的荣耀就充满在你子民的身上，让你的恩典就降下充满在你子民的身上。谢谢耶稣，让我们用信心来宣告，让我们用我们的心来领受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看见透过我们信心的宣告，你宝贵的话语就成就你永恒的恩典跟慈爱。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哇，感谢赞美哦！我们透过赞美敬拜点燃我们对神起初的爱跟这样的一个热情。多久没有这样好好的敬拜？然后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有吗？好，如果没有，我们一起来看周报的消息。今天我们来欢庆主耶稣降生的赞美主日。
那也点燃第4根、第5根的蜡烛那个意义就是透过我们的欢庆邀请人知道这位神爱世人的上帝来启示他的仁爱在我们当中那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的福音行动、福音的初期那特别是在24号、25号24号还有大概10几位的空位，那25号还是有需要同工那我们过来的今天还有24、25、2627还有那我们会一起透过这一些的福音行动，我们看到很多这些亲子这个全家，然后孩子被我们的那个手咒吸引所以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在那边一起动手咒那感谢主，透过这些的分享让世人知道说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在第4季的基要真理我们有詹翠芬、黄美英、黄丽英、陈美秀、王玉萍、刘富文、李美月、林雅琴等8位完成6堂课程那会在第2场礼拜当中来颁发结业证书。我们在24、25就下午5点到7点，会在星光影城青埔的星光影城举办圣诞老公公游街报佳音的活动刚才牧师已经讲了，24、25还有一些的空位请我们到楼下1楼的公布栏来登记报名。那当天下午3点会由教会有游览车来出发那请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的医疗关怀的活动这个咨询活动在下个主日的早上9点50到11点于文昌公园市立图书馆来进行医疗咨询。那服侍的同工有云南医师、有佑一医师那还有健康咨询及这个我们的志工3队欢迎有兴趣你有预备你的时间一起来参与。那我们看到现在文昌公园上面就很漂亮那个停车场也开始应该是落成了未来如果这两边的停车场都满了你可以去停我们的桃园国小过去文昌公园地下的停车场。那我们以登记购买口罩的请在今天自备袋子在1楼来招待处那边来领取，今天是最后一天的领取下一个。那我们以登记圣诞糕的这个弟兄姐妹也是一样今天结束在1楼来领取。那我们教会在大楼在年终大扫除，各区已经分配有这样的一个楼层，一起来把教会打扫，迎接新的一年。这些分配在第7页请我们自己来看各区各小组我们的年度将结束，所以我们在会计的这样的一个结算账目我们教会预定在12月31号关账。如果有需要在做这个使用信用卡来消费的来奉献的，来就献上你的感恩，在今天之前今天之前用刷卡，那之后到年底必须要用现金来奉献进行配合。我们的阿卡贝 STEAM 大探索的冬令营已经开始招生只有50名的名额请我们把握机会。如果你的孩子有要报名因为一公布大概没有多久就会额满所以请我们尽早来报名只有50名其他的我们就自己来看还有我们在明年开始的周5晚上7点半到9点会
开设爱幸福的讲座其中也会同时让儿童有打击乐啦、科学或者是音乐律动等等这些的活动那有备有晚餐，但是需要报名需要报名临时来的可能就没有晚餐可以吃这样所以我们养成这个习惯，一定报名，我们可以准备这些的餐点那我们会邀请很多这些，包括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他们如果在职场上非常的蒙祝福那我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好，我们来看今天的金句，一起来念2遍，一起来。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路加福音2章11到12节再次。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路加福音2章11到12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多种的都收，少种的少收。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你不用来勉强，你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恩典，献上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得以得刚强，贫穷得以撑不住，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得以得刚强，贫穷得以撑不住，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有福分来到圣殿赞美你。主耶稣，你是如此永远的深爱着我们，为我们爱了我们而降生。你的爱是如此的长或高深，无论是病痛或死亡，无论是困苦、逼迫、患难，都不能叫我们与你的爱隔绝。主圣灵，求帮助我们能够勇敢的去传扬主你的福音，成为主耶稣的见证人。这时候，我们全然献上我们的时间、金钱与才能，来回应主你的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坐下，彼此来祝说上帝的话语使我们看见他的救恩，上帝的话语使我们看见他的救恩。你要了解上帝的属性可以预购一本150块的这个思念神的名认识上帝他的属性，他是怎样的一个上帝，怎样为上帝。
那当你越认识他，你知道怎样去亲近他哦。这是明年我们的祷告用书啊，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要透过路加福音的2章1到14节啊，我们翻开路加福音新约的马太、马可、路加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啊，在第3卷。路加福音第2章，我们看看左右邻居有没有圣经。好，翻到了哦，我们要一起来大声来宣告，来读上帝的话语。第2章，我们要从第1节来看到第14节。好，预备好，一起来念来。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病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给你们自己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他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看到这边，愿上帝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明白，那不可能成为可能的神。那让我们能够在祈求的过程当中，就好像牧师刚才所讲的哦。那个连天气神都看顾，我只有祷告说：“神啊，为着你自己的名，你的荣耀，所以让你的名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奇妙的作为，让人看见你是那掌管天地万物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开我们心窍，我们心窍被你开启，才能用信心看见你话语里面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这样的一个作为，让我们看见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让我们用信心来领受这样的一个心想，但是事情能够因着你的应许来成就。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弟兄姐妹，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祈求祷告，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哦，很困难的事情，因着你自己迫切的祷告寻求，终于上帝来应许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有没有？我相信有哈。在你觉得说真的是很困难，我们在过去的这几个礼拜看见天使的这样的一个宣告，对约瑟，对玛利亚，对还有谁？撒加利亚，还有什么？他的太太以利沙伯，他们觉得这一些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照着信心，
上帝成就了这样的应许。玛利亚说：“情愿在我的身上照着你的话语来成就，对不对？”玛利亚的尊主说，我们看见他如何用信心来承受上帝，或者世人一般看为不可能的，上帝使他成为可能。在11月有一个台湾有一个户口普查，我不知道我们知不知道有被抽到的举手。只有焦老师，还有牧师我接到了这个户口普查上面就写说，为了要整合拟定厘定这个政府的这样资源的整个运用计划所以要实施这个户口普查。我没有详细看，那可以透过网络，那或者是他有派专人听说这个专员找了牧师好几次，最后终于找到我，来到教会跟我访谈有一些资料，人家有几个人那个叮咚的把它关掉了那有几个人，然后做什么你有没有全部住在这边就那我以为是全部都有这个户口普查，后来仔细看，只有15% 的人只有15%被抽中，因为以公务登记，可能在一些的机构或者是一些的单位你有做这一些的事务的被抽到，然后他要做这一些的资料就好像玛利亚当时候凯撒奥古斯都皇帝他颁布了这个户口普查。我们等一下会来看户口普查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到底政府做这些户口普查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对政府来讲有什么背后的这样的一个动机？好，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天使的宣告，我们一步一步来看见上帝救恩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实现。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神让不可能的就成为可能过去在医学上是认为不可能，但现在我们觉得是有一些的透过技术的问题可以来成就。但是上帝是属无变有的，从尘土当中来创造我们，从鼻孔当中吹一口生命的气息，让我们成为什么有灵的活人。这是更奇妙更有神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让我们他所做的事我们也未曾见耳未曾听，人心未曾想过的好，那透过这样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来思想今天第2场礼拜也会有圣歌队带领我们会众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就好像天使天君在伯利恒的野地，他们如何宣告这个大喜的消息，然后呢，赞美荣耀归给至高的神。所以我们要从户口普查，上帝怎么样来让他整个救恩的次序被导正。等一下来听听看，为什么人所想的跟上帝所想的不一样所以户口普查特别11月我接到这个心有这样特别有这样的感受那第二个就是说圣诞佳音我们看到全台很多政府单位还县市跟教会合作那今年星光影城昨天有4个单位一个是国泰人寿一个国泰人寿，那有一个协理就来然后第2个是星光影城第3个是那个 SPA 就是水族馆，最近青埔刚成立的开设的这个水族馆还有就是有那个 Cozy Blue 这个和益饭店和益饭店就刚好在他们连结这4个单位让我们一起点灯那他们期待说明年今年我们很仓促那个店长就说希望明年做得更好。那我就跟他讲说，那提前来讲提早了提前来讲这样那感谢主有这样
很好的配合，我们在那边有发现很多这些的人潮那未来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连线，能够一起来分享这样福音分享福音。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见什么？看见是天地连线天地连线。那现在全台全世界都在一起来连线来报佳音那我们透过这段的历史的记载，我们来看谁是真正的救主？是凯撒奥古斯都这位皇帝吗？或者是马槽那卑微的婴孩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先来看户口普查在历史的记载当中，这里到底背后有什么样的动机政府的这样户口普查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背后的这样的一个动机第一个我们来看就是说数点百姓为了是什么？征税，人头税。所以把这样的一个人口登记来报名上册，第一个就是为了征税。其实第二个还有就是为了要征兵，好，那其实最近我的小儿子也接到这个要当兵的体检的这个体检单先要体检完之后，可能他现在大4了嘛，大学4年级，可能如果毕业的话，可能就会马上要当兵了那礼拜5里长就跟我说，我知道，因为透过领长或是里长这边这个告知，然后有送这一个调查的或者是要检疫的这个的单子来那其实这样的一个通报系统，你知道吗？背后就是要了解，然后要掌握这样的资源。所以当凯撒奥古斯都来下达这样的一个户口普查，其实背后他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就除了要抽人头税然后征兵之外另外其实就是要宣示他的主权所以大概在凯撒下令这个报名上册，就是户口普查，然后在居尼纽当叙利亚的总督巡抚的时候他有遇到2次。那刚才圣经说头一次报名上册推断就是大概在主权的6到4年那当然我们对这个主耶稣降生的日子，有历史学家就推断在主前的大概4年5年的时候这样那说法都不一样。但是就是说透过有真实的有这样的一个报名上册好，第二个我们看到宣示他的主权，他的统治，就是说好，我透过这样能够来掌握这样整个资源，整个这样的一个权势落实在他的行省的这样的一个制度上面这是罗马第1任的皇帝奥古斯都其实他原来的名字知道是谁吗？有没有听过屋大维？那他奥古斯都他是用8月 August， 奥古斯都原本他的那个 August 是几月？英文老师，8月了所以有另外被称为8月皇帝这样那他就是从他之后面就称为凯撒这样的凯撒皇帝那为了就是要宣示他的主权，能够掌握他不只是宣告他的主权，他还要让人当作神来看，所以他想当救主他想当救主。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他自称为神人，受神感孕。这个跟我们所听到的玛利亚受圣灵的感孕，对不对？其实有这样的背景，所以我一直在想说，上帝真的运用当时候这样的一个思想背景、文化等等，来透过这样的圣灵的感孕，使玛利亚能够怀孕生子。但是在凯撒奥古斯都，他就是自称为什么？我是神人，我不是从我爸爸妈妈这样来，而是妈妈从什么？阿波罗神所
神韵啊，神的感孕，这样所谓的也是贞洁感孕来怀出来的，所以他自称为什么？神人。我不是普通的人。后来我才明白说，有可能在当时候这个希腊文化或者是罗马的这样的文化的背景里面，如果你要当为神人你一定要稍微有不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出生的背景所以我们看希腊的神话里面都一定要搭上说跟宙斯跟谁生的这样，哇，他能够继承这样有神来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我们看到上帝就应用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透过圣灵的感孕，然后耶稣降生。所以那时候我们看奥古斯都，他就自称是神人圣者。好，那他就大大来推行皇帝崇拜，所以就树立很多他自己的雕像，然后分送到各地，然后让大家能够什么，透过这样的一个崇拜，把他当作神，让他被认为是一个好神、好皇帝。所以在推行这样的一个皇帝崇拜的制度其实背后就是要怎么样？控制，因为他觉得宗教这一个力量非常的好用，所以透过宗教的力量来行控制掌权，让各个行省制度能够在他的统治底下能够很顺利这样所以原来你看户口普查还有这样的一个宣告，背后是有政治的目的动机。所以从他之后，罗马我们就看到一直推行这样的一个皇帝的崇拜，意思就是我是神，我透过我这样的丰功伟业，然后征服了各地，那我就是救主，我是拯救这个罗马帝国拯救百姓的。但是我们来想说，他是真正的神吗？真正的救主吗？因为透过这样的一个战争，透过这样的一个制度，背后是踩着这些被殖民的人民踩着他们，践踏他们，才成就了这样的一个制度，让人看他是一位神。好，所以今天我们透过当时候这样的文化背景到底是要向耶稣基督这位救主来下拜，或者是要向凯撒来敬拜？所以当时候这些基督徒就要面对什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崇拜的对象的选择，是要向皇帝崇拜，或是要看到野地的这些牧羊人，他们去朝拜这位在马槽卑微的婴孩耶稣。开始你要思想说，谁才是真正的救主？好，所以我们看到过去几个礼拜，从一个异象，从一个天使的宣告，我报你一个大喜的信息。但是对玛利亚来讲是什么？是一个祸患，是一个未来要面对可能一些羞辱，甚至是生命的威胁这样的一个困境。但上帝却让他翻转了这样的一个次序，或者是翻转了当时候人所面对这一些的困境，透过先知的这样的预言如果你去读马太福音，他就有写一段，这是为了要成就或者是应验先知所讲的。先知在哪里讲？那到底耶稣要降生在哪里？前年我带着弟兄姐妹一定会到伯利恒去那边去那个主诞教堂主诞生教堂，所以简称主诞教堂在那边放马槽的地方已经把它盖了一个纪念教堂在那边应验了先知弥迦在弥迦书第5章应该是第2节，然后来我们一起来念来。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
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了。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来逆转整个历史的次序。我们思想，原本这个约瑟跟玛利亚是住在哪一个城市，知道吗？耶稣后来被称为什么什么的耶稣？拿撒勒哈啊，我们有去过拿撒勒啊，去过玛利亚跟约瑟他家哦。那玛利亚他家啊，就现在盖了一个叫做报喜堂，就是这个纪念教堂啊。天使上次牧师有用那个雕像哦啊，天使对玛利亚来告诉他说：“我报给你一个好消息，就是在他原来的家哦，在外面有这样的雕像。”好，那原本应该如果照这样的一个过程，应该耶稣要降生在哪里呀？降生在哪里？拿撒勒，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会到伯利恒？就是因为凯撒奥古斯都下了一道的命令，所以你们要回本乡去做户口普查。啊，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说，约瑟他是哪里的人？他是哪里人？伯利恒。所以他们才会回到伯利恒，跟你们旁边说，约瑟的故乡在伯利恒。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好好去了解，不要读过就算了哦。好，所以我们看到原本这位凯撒，他透过户口普查，他是要宣示他的主权，他是要宣告说我就是救主。但是这位翻转历史的次序，使历史次序能够转正，不是像你所讲的，你是主吗？我才是主，我才是上帝，我才是掌握天地万物之源的那位主。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就透过这样的一个户口普查，好啊，你说你能有这样的一个透过户口普查，然后来掌握或来宣告你的主权，但是上帝却翻转了这个次序。那原本透过这样的一个预言成就，所以耶稣降生在伯利恒，这是当时候的伯利恒那时候的景况哦。好，第二个我们看到上帝逆转权势的作为，刚才牧师已经谈到，就是说凯撒他要把自己当作圣者，当作神人，当作救主，所以他透过这一些的户口普查，透过了一些的诠释来宣告，我就是那位你们所期待的救主哦。但是上帝透过这样的一个作为，好，你说我就运用你的方式，但是成就了先知所预言的，在700-800年前这样的一个宣告，不可能嘛？除非背后有一位导演，就是上帝，他把这样的一个预言能够成就应验在当时候，所以透过这样的预言成就了，我们看一步一步的玛利亚他们还有约瑟，他们来到了这个伯利恒，然后大家都要回去户口普查，所以呢没有那么多的旅馆，对不对？年底到，你知道吗？现在在台湾要到那比较有名的据点、风景景点要订饭店哦。我上网去订了，客满很多地方都客满。当时候他们都要回到故乡去户口普查、报名上车，所以当时候的旅店也都是这样客满，所以他们找不到地方住最后勉强有一间什么？马槽是那个槽，是马厩，对不对？马房，然后就是就是让马住的地方哦。那没有婴儿床，所以耶稣的婴儿床就是什么？那个马槽，放饲料让马吃的这个槽哦。真的差别很多了。如果我们知道有一位婴孩要降生，我们就开始要布置什么？布置婴儿的这个房间，然后买到那很贵的婴儿床，
然后呢还要想到说以后要带他出去，就要买那个多功能的婴儿车，对不对？耶稣没有，但是我们看到透过天使来报告给这些野地的这一些被看为卑贱的、被排斥的，在宗教仪式上被怎样拒绝的这一些的牧羊人。好，所以我们看到在野地在夜间，上帝就透过天使来向这一些的牧羊人被看为卑贱低下的来报佳音。他们吓一跳，他们没有看过这样的异象，他们就非常的惧怕。这是大概当时候的这个客店的马槽。好，所以我们看到马槽里的圣婴有这样的一个记号，让他们来寻找。所以天使把这样一个寻找救主弥赛亚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样的记号、这样的线索都提供有这样的一个那你们可以去寻找。所以他们就怎样按照这个卧在马槽里然后大个就是记号，用布包着牧羊人给他们有这样的记号，宣告他就是全人类的救主，不是凯撒，凯撒不是救主，是这位被视为是卑贱睡在马槽的这位婴孩就是救主。我们知道后来其他的这个共观福音记载说有东方的博士，对不对？我们今年就没有谈到这个，就从牧羊人的角度来看因为他们成为一个史上第一批报佳音的人好，所以我们看到上帝透过不一样的这些的看见如果你去看马太福音或者是看其他福音书，我们就会看到上帝透过什么透过这些星象学家、博士们他们看到异象。星星追星族，然后来到什么？来到这个伯利恒，然后遇见了耶稣。他们送了什么？3样的礼物，记得吗？黄金、乳香、没药来称颂他，然后呢，为他的身份来做预备好。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见什么？我们就看见有线索给他们，然后宣告这位婴孩是全人类的。好，第3个我们来看到，当他们听见这样的福音的时候，一定要去验证嘛，对，哪有这样的事情？这个异象我们头一次看见，是不是真实的？就好像玛利亚，她领受这样的一个异象之后，她去伊丽莎伯她家，真的呢看见她的表姐怀孕了6个月了，对不对？她心里面更确定这从上帝来的异象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但是对她来讲是一个困境，但是一步一步的她用信心去经历。这一群牧羊人，他们也是一样，怎么有可能？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应该是对那一些王公贵族，对那一些上阶层的人，怎么有可能临到我们？但是透过他们自己有这样的领受分享然后他们真的是有这样的行动，有这样的意象，就天使、天兵天军他们在唱至高神要得荣耀，然后呢，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昨天我就祝福，在当时候这个在点灯的时候他们邀请牧师来先做这样的一个祷告祝福那我们面对过去1年真的是非常害怕、惊恐的1年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光带来的给人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好，那我们看天使就报佳音，从天上将这个佳音分享下来，然后我们看到这些牧羊人，他们就真的去寻找找着了，然后遇见了他们就知道说真的有这一回事。那后来这些牧羊人就怎样传福音所以当他们分享这一些的见证的作为好消息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就觉得怎么非常的讶异
怎么有这样的事情？而今天我们看到全台湾这一些的，不管是哪一个城市都有这些县市首长带领的教会一起来报佳音。这个是我们桃园市长有1000人的这个圣诞的老公公一起去做报佳音的这样的活动。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成为这个福音的见证人？这一些的牧羊人，天使为他们向他们报佳音，也预表了这位耶稣是成为我们的好牧人。好牧人愿意为我们来舍他的生命。这些牧羊人成为当时候或者全世界第一批向人报佳音的除了天使之外，人跟人报佳音就是这一批的牧羊人。好，透过这样的报佳音，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福音的行动。我们不管是在教会，我们去昨天在国泰雾都我们的宋辉长老夫妇这主持得很好那在那边我们的青年也去唱这个圣诞的诗歌那透过在住宅社区，透过呢我们到桃园荣总有这个牧区他们去分享这样的一个福音。我们也透过在星光的影城，今年就不一样的福音出击。还有呢我们有儿童牧区，我们其他的小组，我们透过这样的小组的分享让这个福音能够传递出去。有一些弟兄姐妹订了圣诞糕，我从他们的分享当中，他们的客人、他们的客户都会问，今年圣诞节到了，有没有圣诞糕所以透过不一样的方式，我们将耶稣基督降生的这样的好消息传递出去。所以弟兄姐妹可以运用，透过你自己的社区，如果上帝使用你在你的社区，可能是当主委，当什么样的，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将这样福音传递出去昨天他们社区的合唱团，他们本身的这些的住户所组成合唱团那伟文老师也分享一些的福音的信息。神就是透过，如果牧师不能去祷告祝福，上帝就透过你们，使用你们怎样成为一个福音的管道，福音的出口。阿们吗？感谢主所以我们关键少数，但是引人入胜，在你的职场，在你的社区，在你的这样的一个群组里面，你都能够成为上帝使用你的一个报佳音的管道。所以我们是不是相信耶稣基督他为爱降生？礼拜五我面谈一个社区的据点的姐妹她1月要受洗来了教会2年，因为有人带领，然后参与在我们的据点，她愿意。那我跟她分享这个福音，她相信。所以如果没有相信耶稣是复活的主，我们信的信仰是空的是枉然的。所以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相信说，耶稣他为爱降生。今天每年有600多万的人到这个耶路撒冷或是以色列去朝圣。透过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见证，我们看到透过奥古斯都皇帝，透过居尼流这个巡抚，后来我们透过耶稣被审判的那一位巡抚总督比拉多，这都是可以从历史当中去做印证。第二个，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今天领受了福音了，我们就到我们中间截止了，那可惜。所以上帝要使用你我，在你的工作职场、你的学校，透过你来成为荣耀彰显的一个管道，让人知道说，这位神是没有难成的事的神，这位神是使无变有的，这位上帝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当你遇到困境，就好像约瑟玛利亚，就好像伊丽莎伯，就好像撒迦利亚，他们遇到这困境的时候，他们用信心来尽力来相信，这位神是没有难成的事。
我们一起站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宣告说，心想事成。神在我们困难事上，他要成就这一些的事情。一起来。无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全能的上帝手里。无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上帝手里。从头来。无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全能的上帝手里。无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上帝手里。看耶和华成就大事，他所有就有，他命立就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一起来。无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全能的上帝手里。无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上帝手里。一起看来。看耶和华成就大事，他所有就有，他命立就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没有难成的事，全知全能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再大的难处，再大的困境，在你的眼中没有困难的。主，我们用信心来领受，即使我们现在面对信仰的拦阻，在环境所带来这些的困境，甚至我们身体的病痛带给我们有一些的软弱。主啊，你是医治的，你是供应的，你是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的神。主，让我们用信心来宣告，我们看见伊丽莎伯，看见撒迦利亚，
我们看见玛利亚，他们遇到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境，甚至是生死存亡的关键，你依然在那边与他们同在，化解了这一些的困境跟危机。虽然凯撒奥古斯都想当救主，你却借着户口普查来翻转历史的次序，翻转你的心意，让你的心意就成就在这些事上，让耶稣基督成为人类的救主，透过天上的报佳音，天地连线。我们看见现在各个城市，透过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宣扬、报佳音，让世人知道，特别在我们面对过去1年的困境当中，不安的世代，主你来就是要将你的平安赐给那地上你所喜悦的人。主，谢谢你，让我们用信心继续来领受，特别面对新的1年，求你自己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走过这一些的困境，让我们进入到你的应许里面，经历到你要给我们的这样的丰盛的恩典。谢谢主，愿主耶稣基督为爱降生，透过我们成为施恩全人类的管道。主，上帝，你的爱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感受到主你的爱，也成为你爱的管道，分享你的爱在我们的周遭。主圣灵，若没有你的感动，没有人可以称耶稣是主。求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开我们的心窍，我们就能够明白福音，用信心来跟随，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所以我们要相信，要相信，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的应许都完全成就。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的应许都完全成就，直到每个大的应许都完全成就，直到每个大的应许都完全成就。我们聚会到这边，圣诞快乐，耶稣爱你们啊！愿你也成为福音的管道啊，彼此来祝福。